森林裏的一棵樹。阿姜查提醒我哋，佛陀只能夠指出修行嘅道路，唔能夠替我哋修行。真理係唔能夠用語言文字嚟到說明。阿姜查話，所有嘅教導只不過係譬喻，用嚟幫助大家睇到真理。好多阿姜查自己用嚟教導嘅譬喻係嚟自佢廣泛嘅森林生活經驗。佢嘅修行就係觀察，同時完全咁樣敞開心胸，覺察發生於自己身心內外嘅一切。佢曾經講過，佢嘅修行並無特殊之處。套一句佢講過嘅話，佢就好似森林裏邊嘅一棵樹，樹只係樹。佢曾經咁樣講，阿姜查就只係阿姜查，並無特別之處。喺無特別之處之中，佢就對自己同埋世界深刻咁樣去了解。阿姜查成日都話，喺任何時候佛法都係喺度嘅，只係當我哋心靈寧靜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感受到。當微風吹過一棵正開住花嘅果實嘅時候，有啲花朵就會散落於地，有一啲花苞就會留喺樹上面，長成好細嘅青色果子。當風再一次吹起，一啲青色嘅果子亦都會隨之掉落。喺佢哋掉落之前，有啲已經接近成熟，而有啲呢就已經熟透啦。人就好似喺風中嘅花朵同埋果實，亦都喺生命唔同嘅階段之中墜落。有啲喺胎中就夭折，亦都有一啲男女係英年早逝，而亦都有人係壽終正寢。當我哋諗到人嘅時候，應該連帶諗起風中嘅果實，兩者都係非常唔穩定嘅。我哋嘅心亦都一樣，當發塵生起，喺心裏面嘅糾纏就好似有一陣風吹起咁樣，心於是都會墜落，就好似風中嘅果實一樣。佛陀了解除咗一切事物唔穩定嘅性質，佢亦都觀察果實喺風中嘅情況，用呢個方法去反觀佢嘅弟子比丘同埋沙彌。佢會發現基本上佢哋都一樣唔穩定。其實又點會有例外呢？呢一切都係事物嘅本質。所以喺我哋嘅生活裏面，係無可避免會遇上令我哋唔穩定嘅事情，要明白同埋接受。喺過程裏面，我哋要學習觀察，學習理解，同埋學習要保持內心嘅平靜。